继续来看媒体人周玉蔻甲蔡玉珍伫2022年县市长的选举乌龙来压料，讲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的爸爸蒋孝严伫金华酒店甲前中国小姐张淑娟来练床单。台北地院法院审理了后，再去宣判，甲两个人拢判刑，1年6个月，会使阁上诉。张淑娟今仔日现身，这脑后梗啊甜，讲感谢帮伊加油的人。我要先谢谢每一个帮我加油的人，不然我觉得我活不到今天。面对媒体镜头，也是忍袂住后甜，到今嘛也是袂当接受家己正做见笑台的女主角。你知道，当你被人家说成衣服脱光，在一个床上跟别人滚床单的时候，那对我来说是多大的羞辱！而且我根本没有去，还必须去图书馆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根本无做的代志，煞着爱出面解说。2022县市长选举期间，媒体人周玉蔻、蔡玉珍压料，前中华民国小姐张淑娟甲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老爸蒋孝严伫酒店开房间。台北地院审理了后指出，周玉蔻、蔡玉珍所讲的毋是事实，而且牵涉私德甲公共利益无关，毋是会当受公平的代志，搁较无查证，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判两人1年6个月有期徒刑。而且张淑娟搁再表示，周玉蔻把写批来求和解。他就写说，他有一个邀请函，请我喝下午茶。他非常的仰慕我，然后他要帮我开节目，他要帮我卖作品。我跟律师说，我没有办法和解，你是用强暴犯的方式，在媒体集体强暴，让每一个媒体传播出去，这样子我怎么跟你喝这个下午茶呢？那周玉蔻、蔡玉珍伫咧目前为止电话无接嘛无回应。不过张淑娟哪有可能就安尼放下？就算司法已经害家己清白，不过这口气原来是咽不落去。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